后来这个天气冷，袂少人想讲啉淡薄仔酒会当互身躯较烧热咧。但是医生讲，这个观念是大唔对哦。迄个原理就是，这个酒精会来刺激着细胞，产生发炎的反应，所以身躯会安尼咸咸烧烧的感觉。加上食这个配酒菜，食物会来产生着热能，所以会互人掠准是啉酒身躯咧烧热。 其实根本都毋是安尼。这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，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，天气冷啉酒，若是佫穿无烧，这个身躯的温度会一直落降，严重者恐惊一条命一转休去。年底尾个食饭的场合真济，真侪人会啉酒，当作讲寒天时啊啉酒较唔惊寒。不过医生讲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 酒精基本上来讲，它有少部分的热量，但是基本上我们会觉得身体发热，大概都是因为其他食物所造成的。医生讲啉酒，心跳会加速，血压会升悬，这个血管会更大，这时呢，身躯会感觉烧烧，这是酒精刺激细胞所产生的发炎反应。 这种高浓度的东西来讲的话，当我们身体黏膜的部分，那因为产生水分跟浓度的差异那这种会刺激到我们细胞，会产生一些局部的发炎反应，会觉得热辣的感觉。医生强调讲，啉酒产生的热能真少，而且天气寒啉酒，你若当作讲是细胞发炎的感觉是发热，若无光阴穿好烧，身躯就会出来产生热能。不过你若持续室温， 身躯未出来时，就真危险啊！若较严重嘞，有可能无命。